喺呢次訪問進行期間咧，Pan 小姐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啲好異常嘅反應。咁男朋友益先生咧就解釋話，呢種反應其實係 Pan 小姐正喺度同一個附身佢嘅差唔多3年咁耐嘅靈體進行緊激烈搏鬥。喂，大家好啊！咁呢集咧就唔使咁擔心嘅，我都知道咧，今集嗰個劇情咧非常之緊湊嘅，因為咧，我覺得喺電視嘅歷史上邊咧，終於出現到一啲大家好少見嘅畫面啦。咁啊，真係有個幽靈咧，或者佢嘅前半生，定係佢其中一世嘅宿業咧，終於揾到上門，而且可以喺鏡頭面前咁樣講。咁啊，大家真係坐定定，或者如果你中意嘅話，熄晒啲燈去睇咧，我諗會更加正嘅成件事。高人專門解幽鬼。至於今日呢個高人解幽鬼嘅故事呢，我相信每個人各位觀眾出世到而家應該都試過俾人蝦過，無論係俾朋友啦、同事定係兄弟姊妹蝦都好。如果我哋遇到呢啲情況呢，其實係可以揾到出路嘅，因為嗰啲人呢都有試過俾人蝦過，無論係曾經俾朋友啦、同事定係兄弟姊妹蝦都好啦。如果我哋遇到呢啲情況呢，其實係可以揾到出路嘅，佢哋係真有其人嚟嘅。但係如果各位觀眾係俾鬼搞嘅話，咁應該點算呢？各位觀眾請專心喺呢個訪問同埋要運用你哋嘅判斷力去睇啦。呢個故事係關於一對夫妻嘅，太太係一位跨性別女性啊。佢哋兩個已經拍拖相處咗14年啦。有一日，隻鬼上嚟太太身，上身之後咧，太太嘅舉止同埋狀態即刻變晒。太太嘗試去殺咗老公，咁無啦啦走去買把刀，跟住就嘗試殺咗老公。明明之前完全冇發生過任何事，自從嗰件事失敗咗之後，過咗一排嘅太太嘅情況越嚟越嚴重，仲試過想跳樓自殺，但係喺自己意識到呢，仲一直對抗緊嗰隻惡鬼。佢買咗把刀想捅自己，但係都唔成功啦，情況越嚟越差，甚至試過呢想去吊頸，仲試過好多次想自殺。各位觀眾，今日嘅訪問內容相當恐怖，亦都非常緊張刺激。我諗各位觀眾一定要認真啲呢個訪問。我哋歡迎呢對夫婦嚟到我哋節目，有請 Pan 小姐、No Point、Thank You Dan 同埋 Act Theodore Wisi Exxon 先生。你好，你好啊 Pan 小姐，你好啊 EK 先生，你好，請坐。首先我哋傾下偈先啦。首先真係要多謝兩位願意嘅分享呢個故事。X 先生，你而家做緊咩工作嘅？我係私人公司嘅員工，係做飲食業嘅。飲食業係咩職位啊？調酒師。喺譚小姐你呢？就係做家庭主婦，平時咁樣做家庭主婦，即係你一直都係做家庭主婦。其實以前有做生意，有自己嘅業務，但因為生意上面遇到嘅事，感覺好似崩潰咁樣。即係而家落做生意啦，就留喺屋企做家庭主婦。就好似我透過修行咁療愈自己，盡量同自己相處，盡量保持覺知。等陣先啦，我想問一樣嘢咧，你話唔做生意係因為生意唔好執咗笠，定係因為你開始出現咗奇怪嘅症狀先唔做？執佢笠。生意執咗笠。係啊，就好似破產嘅。而家你哋兩個係咪即係兩公婆嚟㗎？冇錯咯，就好似結咗婚咁，只係佢註冊啫。係咪咁樣咧？可以講下咩？拜同度，究竟嗰次俾鬼上身係點樣一回事啊？其實唔係所有嘢都記得晒㗎。而家 Ben 好清醒，所有嘢都好清楚。係。咁12月25號嗰日 ，Ben 想去切斷業障，係人生第一次去修行。佢喺華富里府 Lopburi 一間寺廟，25、26、27號嗰幾日，25號嗰陣我已經開始唔妥啦，有啲入侵咗我身體。佢話自己叫 Pizzai Hafa Fichai Hafa， 話前世係我老公。等陣先，你話有冇入侵你身體？即係點樣睇唔妥法？就好似有個人入咗你身體啦。鬼上身？係啊，就好似俾鬼附身咁。係，佢一入嚟就發佢話我要殺佢你。嗰陣時你俾鬼上身嗰陣，你知唔知自己做緊咩？嗰陣我唔知自己做緊咩，但係感覺到有啲唔妥，好似有啲嗖一聲衝過入我身體咁。咁佢有冇話過嚟想喺你身上得到啲咩？我要攞你條命，你逃走嘅投胎，
我叫披差豪跨，死咗1000年啦。嗰隻上你身嘅鬼叫披差豪發，啊，係啊，死咗1000年啦。喺28號嗰日，廟入邊會有個修行儀式嘅斬業杖，仲會有啲舞姿，有時扮龍王，有時扮烏馬女神，有時扮象神。你跳啊？跳舞係為咗供奉神明，如果扮龍王就會擺出龍王升起嘅姿勢，你記得嘅？個個都記得。佢就會好似咁樣升起，跟住好似條蛇咁樣挺起個頭。你真係記得嘅？你跳得翻出嚟？係嗰陣發生咩我知，可以跳咗睇下咩？好似跳舞咁。係點樣嘅啊？提 chef 似有人逼我跳，又似供奉神明，係有時係象神，有時係皮蒼奴，好似所有神明都試過咁。嗰陣時我個心智完全唔知發生咩事，直到2011年1月5號返屋企嗰日，佢叫我着住白衫上去佛堂，叫我做靈媒。即係話你嗰陣去修行係咪？跟住你就俾鬼上身，俾鬼上身之後你就變咗做雪山神女，係象神。即係變咗做各種唔同嘅神明係咪？當你俾神明上身嗰陣，同埋退咗之後係點樣嘅？佢話佢會一直留咗我度，唔走啦，會一直喺我身體入邊。入咗嚟幾多年幾耐啦？由1953年開始，1953年12月25號，即係你去嗰陣，你老公咁陪你去嚟陪我去。你自己一個人去？即係當時好有決心話，我想去修行，好有決心咁去。原本係個正常人，翻嚟之後就唔正常啦。因為嗰把聲一直喺我耳邊，一直喺我身體入邊，就好似可以隨時控制我去做呢樣做嗰樣嘢。即係話由1953年修行開始，嗰隻附身喺你身上嘅鬼，到而家仲喺度。喺呢次訪問進行期間，輕小姐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啲好異常嘅反應。咁男朋友益先生咧就解釋話，呢種反應其實係輕小姐正喺度同一個附身佢嘅差唔多3年咁耐嘅靈體進行緊激烈搏鬥。喺我哋訪問繼續進行嘅過程入邊咧，輕小姐好大機會會再出現呢種情況。而坦白講，我哋大家都完全唔知幾時會再發生，真係令人好擔心。頭先嗰個究竟係咩嚟嘅？係咪頭先 Chai Harbour 先生喺度吠緊啊？真係好奇怪喎！係同佢一齊嗰個啊？係同佢一齊嗰個啊，咁可以變身做好多唔同嘅嘢，有時係 Chai Harbour，有時係 Chai Kalong，有時又係 Warra Kamwani， 仲有 Land Warra Pon Kamani， 即係我哋問佢叫咩名，佢都唔肯講。我哋講緊嗰隻鬼，其實我哋都唔知嗰個靈體究竟係邊個，係咩嘅，所以話佢變身做呢個人嗰個人，即係你 bang 講嗰啲，我哋都唔知究竟係邊個。佢喺你腦入邊聽到嗰把聲係男人定女人聲嚟嘅？男人同女人聲都有，多過一個，唔止一個。我哋唔係得一個靈體，係成8個。即係話有成8個靈體喺你身體入邊咧。佢哋拎埋嘅腳趾啦、大啦啦，身體每一個部位都有。最中意拎嘅大啦啦、私處、胸口、加肋底，仲有額頭中間。等等先，我想問清楚嘅，你講嘅喺度究竟係點樣定義呢？如果我假設自己真係感覺到佢哋喺我胸口嗰個位置咁樣，係咪真係代表我會好具體嘅感覺到有啲嘢係真係喺我胸口入邊喐緊或者存在緊？係啊，當你話佢喺腳趾拉嗰度，即係話你而家感覺到有啲你腳趾拉入邊，係啊，咁你知佢唔係昆蟲又唔係個咩具體嘅嘢，但係感覺好似有啲靈體喺度嘅。我哋真係可以自己感覺到呢樣嘢嘅咩？佢會喺身體周圍遊走，搞到我做唔到任何祈禱或者打坐，唔俾我做，又唔俾我誦經。仲有我誦經嗰陣，佢會好似攞住我個胸口咁樣。即係話，當你準備好晒，打算開始誦經嗰陣，呢隻惡鬼就會即刻出嚟搞事，千方百計唔俾你順利誦經，令到你嘅手勢全部錯晒，甚至乎控制住你，令你做出嚟好低俗、好唔莊重嘅動作出嚟。係啊，係咪啊？有時仲會伸條佢出嚟。你有冇將呢件事攞出嚟講，同男朋友、屋企人、爸爸媽媽或者你尊敬嘅 Lango 商量過？返到屋企，起初阿爸
以為係我自己咁多嘢，或者係想做靈媒，所以想帶我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精神科係精神科，屋企人諗住帶我去嘅精神科醫生，以為我哋冇線去過啦，媽咪。醫生就開藥俾我休息。其實我個心智係正常嘅，我係個正常人，但唔正常嘅係我唔知身體入邊有啲咩。我試過揾師傅揾睇睇，因為我真係好想擺脫呢種感覺。咦，你睇睇下，呢班人終於攞㗎啦，不如我哋叫佢哋入嚟坐低，一齊聽下啦。Pan 姐，你覺得係我啊？邊個啊呢度 Pan 姐，我想問下係啦，你覺得咧，其實我係你同 Pan 姐之間，你叫 Pan 啊嘛？Pan 姐終於呢度係 Pan 姐嚟啦，係咪？你信佢咩啊？咁啊，其實亦都證明咧，呢個世界咧有因果啊，又或者有六道輪迴。喺呢個六道輪迴裏邊咧，如果喺呢一個鬼節嘅時候，或者喺呢個7月14做翻啲嘢回向俾對方，回向俾另一個世界嘅自己咧，對而家呢一嘅人事或者運程咧，都一定有好大嘅幫助。咁啊，記得聯絡我哋嘅小助手啦。